耶穌3次問彼得愛唔愛佢，並提醒佢未來要做自己唔願意做嘅事。我哋相信耶穌係期盼彼得去常常省察自己心思意念有冇懷住愛主嘅心，同時亦都會用愛去監察彼得嘅內心。我哋亦都相信耶穌期盼彼得因着基督捨身嘅愛而去擺上自己為眾人付出。今日台上面嘅我哋同埋在座嘅咁多位都可以係耶穌好愛好愛嘅嗰個彼得。喺我哋嘅侍奉裏面，可能有私欲、有疲乏、軟弱，但我哋又願唔願意因着基督耶穌嘅愛而去承認我哋有所缺陷，懷住一份愛神愛人嘅心去服侍你身邊嘅人呢？我將身跟你，哪怕被
手。如帶子束上，我交予你手，憑信心跟你走。我衷心